后来继续来到这个台中市，就惊这个防疫旅馆会爆发到群聚的感染。台中市长罗秀燕是向中央来发话，要赶紧予居家检疫替代所的人员注第三剂疫苗。北部防疫旅馆一直逼烧为感染。 和台中市居家检疫替代所有员工拢真烦恼。台中市长罗秀燕向中央发声，希望会当紧注到第三剂来保护因的性命安全。是接触的机会也会变多，这样，所以我们是现场人员其实也都是蛮担心的。在旅馆工作的人员，在居家检疫替代所人工作，他的风险是比较高的。那我们认为要优先给他打第2、第3剂。 台中市政府讲，台中市居家检疫替代所全部的员工超过560个人，第二剂注射率超92%。在咧去年底完成第三剂注的人超21个人，反而注射速度收慢。台中市长向中央发声，希望当赶在咧过年前紧注。为了提悬台中市疫苗注射率，市长嘛宣布5号开始注疫苗，就发200块的礼券。1月5号开始，凡是注射疫苗，不管第1剂或是第2剂来注射的，都发给200块礼券。 即马台中市疫苗第一剂涵盖率超有83%，第二剂有71%，注射率拢超过全国平均。希望会当透过发礼券，叫民众进来注射。